尾巴整体都非常的经典。你看我激动的我抖动，太美了，太好了，就心突突突的都快跳出来了。还热泪盈眶在台上，然后我在下面也是就这个心，饕餮盛宴，非常非常推荐我的大观园。这是首演，但是不是我们的这个结束的脚步，我们还会继续的打磨。宝玉从楼梯往下摔的时候，就会最后那一下声音很大，我听到，哎呀，我心里也咯噔一下。他来到了我们右边那个位置，捶那个墙的那一刻，就是我听得特别响。下次轻点捶，手是自己的，疼。受到很多优秀的人的影响呢，就是很多年轻人也来看粤剧，来了解粤剧，欣赏粤剧。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现象。我觉得就是一定要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你想表达的内容情绪，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做了非常非常多细节的调整。那么《红楼梦》其实大家都说很难演，但是我们不怕，我们用心的去做，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用行动去解决。我希望能够真正的和这个时代的观众拥抱。那一刻，我在台上感受到了一个双向奔赴。